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中国武汉肺炎感染人数已经达到300人，也出现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台湾也出现一个台商伫台湾检疫了后确诊着病。小灯泡命案在今日惊心宣判，小灯泡妈妈王婉如对无期徒刑的判决，因案老婆表示尊重。日前有一个宗教团体利用宗教名气，甲信徒虐待到死，检方除了甲起诉，也要求讲爱判较重嘞。新闻一开始来先报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国内出现头一个对境外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50多岁伫武汉食头路的妇人人，伊昨对武汉坐飞机回来了后，却因为发烧、嗽、喘大气、喘袂离的症头，互机场的检疫人员送到病院，照电讲才发现讲伊有感到肺炎，经过检验确定是感染冠状病毒。X 光的检查，好确认，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武汉肺炎的一个确诊的病例。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亲嘴证实，台湾出现头一个经外线入来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一个55岁查某台商，20暗时伫中国武汉坐飞机机登来台湾，伫咧入境的时阵主动通报检疫人员，伫机场直接隔离送去病院，而伊确认是阳性。去年12月开始，他其实就一直待在武汉的地区哦。那他是在这个月，也就是今年1月的11号开始出现发烧跟喉咙痛还有咳嗽的这些症状。有没有去过华南市场或是其他当地的市场，并没有哦。那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说有接触到禽鸟或是野生动物。疾管署表示，目前规个疫情指挥中心也是维持3级，因为这个个案无入去社区，是拄到飞联机了后直接隔离去病院，伫咧病院嘛完整的隔离措施。若是共飞联机的接触者有46个人，目前监控当中嘛有自主健康管理。目前来讲，对于社区可能造成的危害，应该说是极低。我们认为武汉应该是一个高度的危险的区域。好，所以我们对于武汉的旅游的一个警示跟建议，我们提升到第3级的警示。另外，因为武汉病例快速增加，指挥中心嘛宣布，拄即马开始提升中国武汉市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的警告，提醒民众若是无必要，应该避免去武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武汉的肺炎，已经有真侪亚洲国家出现病例，目前已经有6个人来死亡。中国要300个人确诊，而且伫中国武汉也出现15位医护人员去感染到。中国对抗 SARS 专家也讲，这个肺炎出现人喂互人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也要开会讨论，敢要把这个病毒疫情宣告讲国际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中国武汉爆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敢若武汉市有198个病例，另外嘛拖到北京、上海、广东省等等真侪省。对这个代志，中国抗 SARS 专家钟南山表示，武汉肺炎一定有人传人的现象，因为武汉市出现15个医护人员治病，其中一个真严重。香港专家推测，武汉可能已经有1300多例。目前呢，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是在2个地方，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武漢，我可以估算，用數學模型睇翻究竟武漢應該有幾多人？1月17號為止咧，應該係1300幾個喺武漢確診嘅病例嘅。為咗要應變武漢肺炎，台灣疾管署嘛緊急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而且針對中國來台灣的旅客，若是出現發燒還是肺炎症頭的，就要依法隔離檢驗。新竹馬街病院捌傳出講有3個懷疑的病例，其中1個已經排除。另外，花蓮嘛有一個對武漢來台灣的中國旅客出現發燒的狀況，目前檢體正在送中央檢驗當中。因為他是從武漢來，又有發燒，所以目前呢，依照我們的疾管署的規定的話，那這類的個案就會被列為所謂的疑似個案。因為舊年過年就特別高啊，對中國返來台灣的人增加，而且佫拄到流感的高峰期，疾管署呼籲，除非有去武漢旅遊，若無一般呼吸道的症頭，盡量就去基層診所病院就會使，才會避免過年時陣大病院的急診，攏是發燒的病人。如果他在過去14天有在武漢這個旅遊過，有發燒跟呼吸道症狀的話，那可以先撥打1922，那由這個192這邊來負責協助安排就醫。
因为中国武汉的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累积已经超过200例，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经发出公告，甲新型冠状病毒列入去法定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2至拜三嘛开会讨论，讲是要甲这种病毒的疫情宣告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嘛是真罕你看到，敢若会伫咧出现上严重流行病时阵，才会采取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伫过年期间传到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透早去到高雄机场视察，也讲防止武汉肺炎骗非洲地这挑战更加困难。除了只是爱严守戒备以外，针对到直飞的航班也爱继续检查；针对到中国、香港、澳门来航班也爱去做疾病宣导。对，再加一节嘛，就是后面一节没有问题的就。高雄机场视察过年事前准备，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关心边境防疫。工作人员用烧水试验，若是有发烧旅客通过，就被红外线锁定。中国武汉肺炎有扩散情形，苏贞昌讲，这比防范非洲地震更加严重，呼吁民众一定要主动配合检查。武汉肺炎有向外扩散趋势，日本、韩国、泰国都已经有确诊境外移入的病例，所以我们为了国人健康，严格把关。所以已经做好相关因应准备，并且严格执行各种防疫必要措施。总统蔡英文也伫面册提醒民众密切注意疾管署的资讯，唔免惊吓，唔通稳总去过所在。政府已经成立第3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做好防疫工作。即阵除了维持武汉直航班机继续定期检疫，也在年假进前针对所有由中港澳入境的航班，发予旅客围高单。早起有未少对中国返来民众，都已经家己大吹暗咯。当地有在做卫教或是一些宣告？没有官方的，不过大家都蛮在意的，所以很多人戴口罩的。反正现在因为有，所以就尽量戴一下口罩。疾管署新冠防疫3级已经伫统计应用的病房，并且准备相关防疫物资，一旦出现疑似病例，针对第一线医护人员要完整保护。如果是有疑似的个案，像我们后送的个案的话，就是已经就是要戴 N95， 然后穿着隔离衣了。那当然包括后面的这些，如果是要插管或者是裁剪那些处置的话，他要在什么样子的隔离病室，然后要做怎样的处置，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规范了。过年期间人往来真接，疾管署呼吁民众一定要定定洗手。但一般外口的喙暗，等去除了会记换衫。若是有发烧也是呼吸道症状，看医生的时阵一定爱讲去过什么所在。若是稳重，上悬可能罚15万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人是真着惊。旅行业者也表示讲，大约有一成旅客当咧问退团的代志。业者也讲，目前去武汉佚佗的人无济，因为寒天是小月，也因为目前咱对武汉的旅游警示伫黄灯的阶段，无达到退钱的标准。若准是要退钱取消，是无都全部甲钱退回来，要依照比例退给消费者。随着武汉肺炎疫情扩大，根据统计，即日起到1月29，国内旅行社有7团83人会到武汉旅游。业者讲，受到一寡旅客伫问，不过因为旅行团今日行程未到上早爆发疫情的海鲜市场，所以讲即阵想要退团的人并无多。相对是少数的。那以我们的目前就是安排的情况下，目前是不会到市区啊，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短暂的停留，不会做长期的停留。业者分析，两班武汉直航航班假期以商务客较多，伊佫拄到当天拄好是武汉的旅游小月，而民众也较爱伫过年期间到日本、韩国也是东南亚，所以台湾去武汉的旅游团客较少。即阵台湾甲武汉旅游警示维持在黄灯，无符合感觉色也是红灯的退费规定。旅客若是要取消，就要按比例赔偿团费。目前没有任何政府相关指示的情况下。所有的整个旅客的行程，要是预定了之后，你要取消，就是按照旅行契约书的规定。依照旅游定型化契约，若是旅客在40天到出发日前解约，必须负担无同比例的退费赔偿基准。若是以即阵取消过年期间的带团行程为例，要赔偿30%的团费。英国品保协会也讲，因应疫情快速变化，而且旅游业者特别来注意，一旦旅游警示升级，也依照规定退费。即阵加强对旅客卫教宣导，落实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的国防单位昨发布一条信息，讲中国解放军有一台电子侦察机伫台湾海峡中线是上北平，用射角苦的方式伫咧飞。国防部表示，一切拢伫咧注意，也真正常。军事专家也讲，这有可能是伫咧收集日本的情报。不过，解放军日前对外公布的相片，背书有共警告意思。日本的统合幕僚干部网站20发布消息。讲中国解放军一台导引5式电子侦察机划过咱海峡中线的上北平，而且是以射四角的方式伫咧飞，飞的行列正可疑。国军对于台海周边情势以及基建的动态，均能运用联合情监侦的作为，严密的掌握。目前状况都正常，请国人放心。它其实有点蛮靠，有些航路是蛮靠近它在日本那几个岛。那个岛上最近有强化一些军事设施，他可能就去做一些例行性的一些信号情报收集的工作。其实中国军机飞到咱海峡中线上北平，唔是第一遍。伫去年7月23，中国联合演习的时阵，有2台解放军的轰炸机就捌划过这个区域。不过实际上，导引5式电侦机并无进入咱防空识别区内边，离台湾北部也有一段距离。不过，伫大选过了后，才第9天，中国的社群媒体微博顶头就刊出解放军南部定岛作战群指挥所的相片，伫涂骹有采台湾南部的3D 模型地形图，并且用兵棋推演的方式进攻南台湾。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放这些照片？当然有它的用意嘛。基本上就是说，反正选举结果出来了嘛，那他就放一些照片，类似有点表明自己的态度，顺便警告一下。提醒一下，就是说我还是在的，不要去搞反分裂法那些东西。军事专家讲，伫咧过去所拿出来相片，对单位的名称、演习的名称，或者是地图资讯，拢会砍掉的。不过这边的相片拢无，所以人看做是官方挑工要放出一寡政治信息。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来到嘉义空军第4联队，甲官兵勉励。也因为发生事故的乌鹰直升机，甲3位往生者，就是对嘉义基地出来的。总统蔡英文特别来甲因鼓励，也参观升级了后 F-16B 战机，也讲全国爱共心，守护国家安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统莅临会场。春节之前，总统蔡英文去嘉义空军第4联队慰勉官兵。因为失事的乌鹰直升机3位孙1个官兵陆续于嘉义基地，蔡总统表示，就是专工来甲国军弟兄加油，做各位的靠山。告诉大家，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跟我们的国军弟兄姐妹站在一起，做各位的后盾。蔡总统甲国防部长严德发、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甲新任的参谋总长黄曙光做伙指导，除了亲身了解救护队装备，国军嘛介绍改造了 F-16B 系统。蔡总统表示，空军的战力会更加坚强，嘛证明错节袂甲咱打败，大家爱团结一心。我认为守护中华民国台湾从来就不是只是国军的事，而是全体国人要一起团结奋斗。只有团结一心，才能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蔡总统刷落去台南陆军南区部队联合册课中心视察，甲参与战斗营的高中大学生做伙看模拟战斗操演。蔡总统希望扩大伫国民国防甲后备战力的任务，请国防部赶紧完成相关的规划，马上国军以请军服为营，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让国人同胞看到你们的优秀，相信国军的战力。认同国防的发展，信任国家的安全。蔡总统除了提早发加彩金，更较感谢国军弟兄牺牲甲处理的人团圆的机会。国防无假期，打拼贡献守护国家和平，一定要靠坚实的国防。国军就是未来发展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监察委员陈书明因为法官约讯案风波，讲未实质，伊在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外界拢风声放映讲，陈书明会实质是因为监察权加司法院的冲突，蔡英文是拢无要插。陈书明也讲，伊无破白公示上，可能是集体意识或者是体制，才会造成司法改革无成功。伊也决心讲，要登去过家己的生活。尽管
因为计划约顺破马研究，牵涉涉密案部罪法官，引起法界反弹。监委陈树斌伫咧顶礼拜团出向总统府请示了后，伊头一届出面，小咧煞举办2场记者会。头期先就讲过去特侦组对华邮数威廉公司董事长郭清刚不当监管案，要求法务部爱检讨改进。他们也不去查一查人家过去的这个经历哈，就把人家想象成这样子的情况。这种检察官哈，真的是叫做酷吏。我们看到调查报告以后，我们再做研究了，好不好？陈树斌阁讲到，前总统马英九伫咧台北市长任内不当拆除中山桥，18年来台北市政府无伫咧别位来重建，嘛纠正台北市府。从马市长丢下了这个烂摊子之后，郝市长碰都不碰，到了柯市长。他勉强拿出来，再办了一下这个，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关这个监察院纠正北市府的这个中山桥案子哦，那北市府其实是表示尊重监察院调查结果。不过各界关心陈树斌的请示案，因为伊坚持要落台原因是唔知影为着啥物来坐。刷个发文讲，唯一一个有权利会当结束这场闹剧的人，徛关山看背小塔，和外界质疑是伫个总统蔡英文，伊是好人。也不一定就是某一个个人所造成的，也可能是这个集体意识的一个后果，也可能是体制就是如此，各式各样的这个理由都是指向说我不可能会成功。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我就收手。陈树斌阁当场提出一篇2年前名号最强烈的保护性的检委周记，反击司法院长柯宗立等人，强调讲家己年岁已经大，实在是拼袂落去，决定要辞职。毋过选嘛预告若是会当，伊想要伫1月底离职进前，就像淡水比时期的机密外交按专案的调查报告同款，阁开一场记者会。记者综合报道。2016年发生小灯泡命案，在今日经1审宣判，由原判凶手无期徒刑，专案也会当上诉。已经当选立委的小灯泡妈妈王婉如对外发表声明，伊讲既然司法机关认定无期徒刑较适当，因翁仔某也会表示尊重。内湖小灯泡命案，高等法院以今1审宣判，被告王景玉控判无期徒刑，体大公权重申，合议庭认定王景玉虽然有思觉失调症，但是犯案的时阵无失去辨识甲控制的能力，所以无适用刑法第19条去减刑。虽然罹患思觉失调症，但是在犯案前有周密的规划，犯案时又刻意等候最佳时机，挑选幼小女童下手。她的辨识能力跟正常人相比，也没有显著降低，因此并不适用刑法第19条不罚或者减轻其刑的规定。王景玉的判刑维持1审判决的刑度，不过经1审判决的理由甲2审无同，回顾2审，合议庭认定王景玉因为着思觉失调、辨识甲控制能力明显降低，适用刑法第19条第2项减刑，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上诉，最高法院撤销法会更审。去年底，经1审言诉辩论终结的时阵，小灯泡的妈妈王婉如表示，现因为机制无法度预防再犯，家属希望被告王景玉永远甲世界分开，请求法院予以极刑，嘛就是死刑。如果能够经过适当的治疗，仍然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本院合议庭因此认为，被告王景玉还没有判处极刑，永远隔绝于社会的必要。合议庭认为，王景玉阁有教化的可能，所以判无期徒刑，专案会当上诉。因为王婉如已经当选立委，下晡透过助理发表声明指出，因翁仔某无认为本案未来第4遍进入法院，就互判断的难度降低。今仔日司法机关认为无期徒刑较适当，因表示会尊重，对判决的结果无失望的情绪，嘛无汇类的控诉，但是这嘛绝对毋是理性冷静。因会甲生气甲悲伤转化做实际改革的力量。王景玉的律师黄志豪表示，收到判决书了后，才会当对外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去年9月，台中检防侦办伫南投国姓宗教团体灵宝圣道会，这个宗教团体招一寡信徒来修行，落尾用驱魔硬语，甲一寡无顺意的信徒拍甲流血流滴。检方也发现讲，这15人内面有人受到轻重伤，其中有一个人死亡，一个人伤干失明。检方也甲这10个人起诉，希望法院会当甲因判甲重。3个信众虽然跪伫涂骹哀求，不过做干部的三仔也是继续骂，所来用脚甲因斩，3个信众规身躯拢是伤。刚才还是很狂妄，好，刚才先我跟你讲话，你去脚开坐在那边。这3个信众和宗教团体中华北洋四柜灵宝圣道会圣师林新官指控不合指示，积极权威，遭到担任干部的三仔一直拍，讲是照着神佛旨意，对无合众也是想脱离组织信众，造桥驱魔。检方查出有15名信众受害，依组织犯罪条例，伤害第4甲伤害第当伤害罪罪嫌，对林新官这10人提起公诉。操纵以及指挥整个犯罪组织的人，他的刑度呢要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哦。因此，林女士呢，在整个犯罪组织哦，在整个这一次起诉的范围之内呢，她应该被列作主嫌哦。检方查出，这团体照着宗教包装，实际上是暴力组织犯罪。伫南投国姓山区设道场，对2012年开始，照着各项名目向信徒收钱，不法所得1200万块，也用暴力讲会使驱魔，造成15人轻重伤，其中包括去年3月，一个信众伫中国被拍死，另外一个70多岁姓张的福林人也被拍到伤干失明。没有薪水的呢，还变成这样，才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他们都说他们。打人的都说他不知道，他不清楚，他不了解。然后祖先都说那是先佛的指示。家属讲，老母到即阵心肝内有阴影，也毋过其他红派信众有的是亲情伫做干部，也是以家庭形式入会，所以无愿意追究。而检方透过2项司法合作机制，摕到被害信众的死亡证明，也有犯罪基证。即阵4人的主嫌也在押，也过也是讲依照神佛旨意来驱魔，检方无采信，请法院将当量刑。记者综合报道。高检署在今日召开记者会，讲本地被消失的强力摇头丸真高出现了。法院研究所伫去年10月到12月处理甲毒品有关系验尸案件，所发现讲死者的身躯内面有验到 PMMA， 也就是强力摇头丸的成分。短短3个月内就害死34个人，上细汉的敢若17岁尔。应该后面有一个集团在制造这新的毒品了。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一直想要去追查的对象。那可是问题是说，现在的这些都已经死掉了，所以它的药从哪里来，我们只好从手机跟我们去溯源。那可以现在有几个地检署回报，大概就是说已经知道前面的药头是谁了。那我们掌握了一些线索，我们在判断应该是国内的机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我们请工业局。请食药署这一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原料是不是从国外进来的部分，请海关那边要加强。高检署表示，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强力摇头丸，拢是用咖啡包仔做外表，而且伊的毒性比一般摇头丸强4倍，唔拿毒性搁较慢，也如果是使用过多，真容易死亡。不过毒品的来源对倒位来，目前正在调查，也会联络各部会做伙来追查。因为囝生小有一寡私立大学连带受到影响，全国私校工会也表示讲，有一寡私立的科大为着要帮助招生，佮用着弱势做理由，爱老师拎钱出来协助招生，而且佮爱照家己去捐钱。学校说讲，这是鼓励，唔是强制。位伫台南的私立昆山科大办学风评真好，顶月底却有电子工程系老师向全国私校工会投诉，希望爱老师每个月以支付捐款1500到3600作为招生、毕业校友联络甲支援工程进程的定额费用。当然不会明文说强迫嘛，但是劳资双方本来权利就不对等啊，所以如果老师不配合的话，可能会被不利对待嘛。私校工会指出，老师惊被不利对待，大部分被动配合捐款，也毋过好好回应。昆山有1/10的弱势学生，无强制老师捐款，是会议提案甲简讯用字无正确，加3线误解。当做招生的广告啦，那弱势的学生你来了，你这个没有钱你也没关系，我至少让你生活费每个月至少补贴你
不多，可是至少有3000块，让你至少还可以多少补贴一点这样子的。昆山电子系以捐款帮助弱势学生作为招生宣传。台南科大应用英语系丁日也决议老师增加成立公基金，以利收到更较优秀的学生。但过系上一位老师无欢喜，向工会投诉，互人议论。讲白一点呢，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们表达说他们很想念大学，可是他们没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系上的老师他们才会说，那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个多给你一点奖学金。为了这一件事情，他们系是绝对不能再收公积金。李校长指出，已经要求各系108学年度开始，就算老师主管也袂当个收钱。教育部指出，若讲有学校未查到违法扣减，将补助甲招生名额，工会是建议教育部直接发函提醒，佫可以当避免不如意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中国武汉肺炎也开始伫世界各地头出现咯。澳洲政府表示，有一位查甫人对中国武汉回来了后，就出现类似的镜头，目前是伫处理家隔离，若准有确诊，会阁再来观察。另外，日本政府也针对疫情严守戒备，而且中国过年的春运人潮也是疾病控制大考验。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继续跌团，已经知影讲造成4个人死亡。附近的国家南韩、日本、甲泰国嘛，小连续出现确诊的病例。澳洲政府上新指出，一个拄武汉回国的查甫人出现若像冠状病毒的镜头，目前当地伫厝隔离。We've got one gentleman that we're just following at the moment who has travelled to Wuhan and has developed a respiratory illness, but he's recovering at home, and so we've done some tests on him and we're awaiting results. He's here in Queensland at the moment. 面对防疫工课，澳洲政府唔敢放令，宣布加强机场检验，尤其是武汉直航雪梨的班机。In particular, these measures relate to the 3 direct flights a week from Wuhan to Sydney. Each of these flights will now be met by our border security and biosecurity staff and New South Wales Health.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伊嘛伫咧内阁会议当中指示，针对武汉肺炎全面加強檢疫嘅措施。中国では引き続き患者数が増加しており、一層の警戒が必要となります。感染症の発生状況等の情報収集の徹底などに万全を期してください。南韓甲日本嘛同款出現確診病例，拄2日開始嘛針對機場嘅防疫做升級。 우한발 비행기가 도착 시 더 강화된 살균 소독을 실시하고 있으며 입국자의 동선을 따라서 여객들이 안전하게 이용할 수 있도록 만전을 기하고 있습니다. 甲台湾同款，中国的旧历过年就伫要到啊，但年超过正亿的春运人潮，嘛叫好做地球面顶上大的牵线，而且嘛增加疫情传出去的可能，变做防疫一个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日伫新年度的国会发表施政方針，也講到311災區重建感謝國際社會支援，也閣再特別講到嚴守關的野田村登記做2020年東京奧運的台灣接待城，現場的議員也甲噗仔聲吹甲大聲。 日本新年的国会会期20號正式展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照過去的習慣上台演講，講到日本未來一年的政策重點。在講到311災區重建的時陣，有特別講到台灣，現場就響起真濟議員的噗仔聲。岩手県野田村は台灣。島県二本松市はクウェートなど。 29の被災自治体が支援を寄せてくれた人々との交流を深めます。波多黎各的总统伫1年内发生2擺民众抗議愛伊路大進行，这回是因為發生地震，所以有受災民眾發現政府的倉庫竟然藏着2年前洪台救災物資，除了直接把物資提走以外，也有人去到總督官邸外口抗議愛總督落台。 美國屬地波多黎各首府聖奧安的總督官舍外口，真濟民眾哪講哪唱，
不过，这毋是咧庆祝嘉年华，而是抗议当地政府无适时发放救灾物资，互地震了后住伫街路上的灾民得到应该有的救济。这摆抗争的起因是进前 M6.4强震了后，东灾区之一的南部城市皮斯，有民众发现一栋政府仓库内底藏着真侪在2017年马里亚飓风了后送到当地的救灾物资，包括饮用水、囡仔食品、流珠啊、仓储这物件。可惜政府相关单位放伫遐无叮当，无伫地震了后随发予灾民。生气的民众随后走入去仓库搬走家己需要物品，加在尾有志愿者出面来维持秩序，无造成伤过混乱的场面。Lo que tenían mientras la gente está pasando necesidades, las cosas guardándose. Y tú me vas a decir a mí que este maldito gobierno corrupto, que no lo soporto por eso mismo, me hace una cosa como esta. 去年7、8月时阵，前任总督罗在路因为讲唔对话，伫民众抗议声中来辞职，由司法官出身的王达巴盖组接任。政府仓库被发现藏有2年外前送去的救灾物资消息爆出来了后，王达巴盖组连续开除gwna位1级主管，并且宣布被起诉任何一摆走入去政府仓库的人。也毋过抗议民众认为，官员贪污是结果性问题，必须甲驻地政府规个换掉，所以讲要求总督家己辞职落台。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唔但受到气候影响，也对爱面口面对人口搬散的问题。伫威尼斯的观光都市布拉诺岛，因为有彩色的触角，真侪人去遐观光。所以因为这个都市人口搬散真严重，唔但好景地会消失，传统技艺也会渐渐失传。一只船啊，停伫缤纷色彩厝的边仔。规个小岛就亲像真大个雕塑盘，位伫威尼斯西湖中的布拉诺岛，也被叫做彩色岛。当年吸引无数的观光客去遐，也毋过即马即座小岛却面临人口外移的危机。La gente non vuole più viverci, non vuole più abitarci perché ci sono varie difficoltà, ad esempio appunto l'acqua alta o anche il costo della vita proprio dell'isola, perché vivere in un'isola 布拉诺岛占地21公顷，伫小岛西部外久，就当看到真侪空厝。因为岛上所有物资瓦口专家分散，所以生活不加悬。岛上平均当年人口流失60人，目前居民剩大约只有2700人。 La popolazione è anche di una certa età, quindi muoiono gli anziani e vedi scritto vendersi alla porta e ti viene una fitta al cuore perché appunto siamo sempre meno e anche perché qui ci si conosce tutti quanti. 除了彩色厝以外，布拉诺岛也以传统的渔村居民手工制作的瑞士制品马达饼出名。岛上也有一个瑞士博物馆，展示自16世纪流传落来空气上天法。不过这项传统恐惊将会失传。Vorrei continuare a vivere qui, continuare la tradizione di famiglia. 威尼斯西湖春冷气啊，将近50岁罗斯是目前西湖区域上少年的掠冷气的人。伊最近开始教导观光客安怎掠冷气啊，希望将因的传统掠冷气的技巧传承落去。Fra 20 anni, se non che siamo più noi altri, Venezia, come che a Gera non esiste praticamente più, diventerà un bel parco giochi perché c'è attività tradizionali che mantiene vivo insomma Venezia. 威尼斯是北意大利西湖的古早城市，观光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也不过也因为观光的人伤济，水患一年比一年严重，致使当年平均有1000人外移。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要补选党主席，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伫昨也宣布讲要竞选党主席。国民党马在中常会会讨论改革立委会的成立方案，不过有人认为讲，甲中常会的选举前较后壁，甲主席的补选分开来选，互新的主席来带头讨论未来中常委的选举方向。 将党主席吴敦义请示了后，国民党要进行补选，针对大选败选启动改革。对吴敦义请示的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20宣布要参选党主席，希望党会当脱离统独的争议，嘛强调党的改造要落实世代交替。我是一个过度乐观的人啊，基本上，很多人大概看到的都是问题，我看到的是未来的希望。希望这样一个带领的过程都要符合民意，民意才是决定 整个党意往前走的最大力量。针对红霞郝龙斌和连胜文有意思要革命参选党主席，
郝龙斌敢若回应，伊会使和党内任何人合作。不过早就宣布参选的学者张亚中认为，党的改革应该对党主席的选举开始。我们看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还是为党内的权力团体竖起了高墙。 因为代理党主席林英德提出中常委莫超过60回建议，引起讨论，包括新北市议长丁郎计划伫中常会提出建议，包括中常委选举延后和主席补选的时间分开，由新的主席召开临时专代会，要讨论新的中常委选举方向。那前台北县长周锡伟是认为，党应该先把改革委员会做起来，再来思考主席要安怎补选。能不能有自己的政策？我们能不能真正想的？ 规划的是符合人民的期待。互人认为是党主席人选之一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透过面册表达政治是一种职业，强调台湾的政治会使实现人民的需求，同款无公平，敢要参加补选。目前已经宣布参选主席的人，包括郝龙斌、张亚中，阁有南天行动联盟的主席武志忠。记者综合报道。 捷克参议院的议长柯佳洛20岁雄雄过身。柯佳洛挺台湾，要参加台湾的国庆酒会，去予中国大使馆抗议，甚至伫后个月讲要带团来访问台湾，真率来过往啊！外交部长高桥设也亲身打电话去予捷克驻台代表表达哀悼。 Nejsem tady poprvé, jsem tady velmi rád, děkuju za pozvání, přeju lidem na Tajvanu hodně štěstí v jejich pracovitost a jejich úspěchy, které mají, ať se jim daří velmi dobře. 进前出席代表处伫捷克举办的国庆酒会，捷克参议院议长柯佳洛欢喜地向台湾祝福。加长安中国大使馆是抗议，柯佳洛友台立场声明，更加表示唔惊来自中国压力，计划后个月就要带团来访问台湾。想要到29团出过身的消息，享受72岁。外交部长高桥下致电捷克驻台代表表达不甘。外交部已经在第一时间了，已经训令我们驻捷克的代表柯良瑞代表呢，他代表这个我国的政府，向这个参议院参议长的这个家属呢，来表达我们深切的哀悼。 柯佳洛担任参议员近20年，伫捷克政坛真受尊敬。嘛表示台湾是捷克亚洲第3大贸易伙伴，一向有话直讲，支持台捷友好。捷克政坛也真哀悼。捷克总理巴比斯表示意外，海德党主席巴托斯是俄勒柯佳洛挺台湾的勇气。 展现非常坚定的友台的情谊，而且它本身呢也体现了这个丝绒革命、反对集权压迫这样子一个坚毅的精神呢，我们来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跟谢意。外交部表示，未来将继续甲捷克参议院的朋友、甲新选出来的新议长继续合作，深化台捷友谊，并且适时促成捷克参议院组团来台访问。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市的行销观光本地前观光局长潘兴旭讲，逐个月要爱有代言人，不过对今年开始代言人确定会取消，未来会用活动代替。 伫咧高雄真有名经典拍影片，资深艺人白冰冰带头变做2019年1月份高雄观光的代言人，2月份是资深媒体人陈文茜。如何把一些文创带进来，使它的观光产值可以增加，这些都并不容易，都要一点一滴的努力。 所落来还有网红波特王、Pokemon 世界冠军伍比，下世代不共联合的名人代言行销高雄观光嘛引起讨论。不过今年1月份到今也无看代言人出现，观光局证实已经取消每个月代言人。 因为我们要配合到这个代言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时间到档期的部分，所以在配合上会有一些难度。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是不是就是开始转一个方向，就把它变成是说我月都有一个活动的品牌，这样来推动。 观光局承认，讲要协调代言人的时间确实有困难，不过嘛强调讲有效果。未来敢若是甲代言人的方式转换做活动行销，要影响经营。你推活动，你才知道高雄在干嘛。对啊，你放代言人，我都不知道高雄有什么活动。明星会来高雄观光的话，那很多人会因为喜欢他，就想知道他去的地方，然后去过什么地方，什么这样子。有活动的话，大家会比较想要出来走动啊。对啊，如果观光代言人别人看到那个，也不会想要主动来这边逛。目前观光局已经规划1月份以爱河灯会来做主题，2月份结合内门送港灯，3月份春天较烧热，会来办城市野餐 party， 甲规年度的观光活动串联起来，进一步来向国际行销。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社区自救会甲社员的学生，2017年为着要抗击拆厝，去主动前行政院长林全的车，其中5个人获检方起诉。在今日高等法院2审宣判，这5位学生无罪，专案确定。拍伫延庆国2017年5月，为了抗议退伍会强制拆迁台湾社区，自救会甲社员学生主动将行政院长林全的坐车，其中5人被检方以强制罪起诉，1审宣判无罪，不过检方不服上诉。高等法院审理后，引用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参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意见，认定学生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21判5人无罪，专案确定。这样子的行动也不是一时半刻，就是说突然想去找林权院长就去找，我们是因为大宽社区的案件是没有受到政府的解决哈，然后他在判决里面也有引用2公约的部分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也是我们蛮肯定的部分。学生认为这是过去社会运动抗争一直冲浪累积落来的结果，像2013年苗栗原理反风车运动，居民甲学生家己绑铁链伫电机所抗争，也被检方以强制罪起诉，最后台中高法院判被告无罪定案。2014年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当时的反核部主角，不过将定13人也受言论自由的保障，高院判无罪确定。有律师认为，这显示近年来有部分的法官开始愿意用时间将宪法的基本权内涵写入判决。或许比较年轻一点的法官对于社会运动或是劳工运动，他们比较有这个时间去理解，而不是只是很机械性的去适用这个刑法的这个构成要件。律师也补充，不是所有的法官拢保持开放角度心理，不过目前以台湾案来讲，确实有机会展开未来社运的空间，让弱势者的声音透过抗争等手段传达给当权者。记者综合报道。29有民众发现讲，台中新社昆山国小边仔的三级道路有一只石虎猫，互动物达压着伤，因为想要脱离限制，溃烂用尽摔来死亡。伫这个月初10，有石虎互车交涉意外。保协会也表示讲，这个所在表示讲，这就是石虎生态所在，就要赶紧用生态走廊来保护石虎。体型无满的母石虎倒伫路边，已经无生命迹象，正有脚上会使看到骨头，看会出被塑胶锁套夹过的痕迹。司机敢若剩倒退完整，其他的脚脚拢有破皮红肿。无记得石虎协会理事推测，可能是着了限制被人乌白蛋，或者是强行夺走限制体力耗尽。左后脚都有很多可能就是在抓兽夹的时候所产生的伤口。所以这只石虎的脚爪基本上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有些已经几乎都不见。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只石虎可能是在中兽夹的情况下，因为体力不支而死亡。这只石虎是19号暗时啊，伫台中新社被发现，保育团体为现场研判，三个道路周边拢是果园，属于高度开发的浅山区。而这只石虎的伤势真严重，可能行动不便，影响到找家的。这嘛是这个月第2件，伫台中新社发现石虎死伤的案例，而顶一件发生伫10号，这只石虎全身真侪所在骨折，下海嘛喙齿，推测是落石致死。保育团体表示，这嘛显示台中石冈新社顶地属于出没的隐形热区，台中市农业局马上会到现场来会勘。我们有委托人家调查嘛，然后调查那边是热区的，我们会去会勘，然后建议他们做一些设施啊。如果将来有要在这个地方做改善的话，建议他们做一些设施。台中市农业局表示，就到现场了解建立生态廊道的可行性，然后对着石虎条例，嘛就甲当地居民沟通交换意见，再度伫议会送信，希望建立保护机制。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有心拍照石的尾，无心做事就半路废，骨力做就会出头天，人工是毋是？在新北市教育局昨公布各中小校长的录取名单，目前当日新北市金龙国小做教务主任的杨小梅，也正做全国头一位新住民校长。伊学生时代惊伊的身份，互人知会甲伊骗上。不过伊做了事了后，有越南背景，颠倒互伊甲新住民的家长、学生变更加亲切，甚至是互相鼓励。已经休关的学校，敢若剩一寡学生伫拍球。而留守的教务主任杨小梅，伊外有行政工作爱无闲，伊即摆有新的身份啊，因为考调109年度校用校长，正最全台头一位新住民准校长，伊伫越南出世。
教会规家搬转来台湾，而这款的背景，反倒动友军甲新住民第二代学生的心。有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说：“小梅主任也是来自越南哦。”我就发现那孩子的表情就不一样了，他就觉得很惊讶，说：“好像那种互动的关系就更亲密了。”囡仔惊互同学笑的心情，伊捌伊知影，也不考虑是毋是要甲别人讲家己出身，惊互人打标签。不过伊讲，这要转念，阻力会变做助力。伊用家己自身的经验，激励新住民妈妈考调7张的证照做头家。而妈妈的成功，伊个反倒转激励伊爱更加来打拼。国家圆了我的梦，我小时候求学经验的梦。我以后我担任一个校长的时候，我要让每个孩子陪他们逐梦、圆梦，带着他们去一起梦想起飞。新北市教育局20公告，各中各小校用校长录取名单，除了1名新住民准校长，也有1名原住民准校长，总共11名准校长，爱先经过1年实习，并且参加部分课程。若是顺利摕到合格证书，上近111学年会参加遴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虽然只做亚洲头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若准其中一个人，伊是来自同性婚姻也未合法的国家，台湾是无法度互因结婚的。要团体呼吁政府爱互同性婚姻无限国籍，互婚姻平权会当更加圆满。今年过年凯利要是无法度完婚，希望台湾通过同志婚姻专法，伊要是袂当甲马来西亚的伴侣结婚，伊的伴侣为着顺利留伫台湾陪伊，已经30外号人，佮申请来台湾读大学，大学就无毕业啊，只好佮刷落去读研究所。但是研究所也有毕业的一天，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对未来也有点迷茫，会有很多的支出，所以觉得其实经济上是很吃力。từ台湾甲外国同性伴侣行大约有200外对，照即卖法律，若外国同性伴侣的母国同志婚姻无合法，是袂当伫台湾结婚。民团指出，虽讲台湾同婚是亚洲第一，毋过袂当甲母国同婚无合法的外国伴侣结婚，煞过台湾尔。怎么样独一呢？全世界现在包括台湾在内有27个国家允许同性婚姻，然后唯独只有台湾是对于同性婚姻的条件要求呢，对方必须来自同婚合法的国家。到呾有2对下国同婚个案去户政申请结婚登记受拒绝，这条案有律师协助提起诉愿，另外一条案也已经拍行政诉讼。义务律师诉求，若外国法无保障同性婚姻，会害国民未当甲外国伴侣结婚，无合宪法保障同性婚姻基本人权的价值，户政机关也是法院就排除外国法适用，直接照台湾法律，互2个人会当结婚。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度的乐队基福尖炮城，2月初8要开始咯。屏东丰田国小这学生囡仔也特别做香包，要送给现场民众。红瓜、外草、七色布，学生一项一项认捌客家棚地啊所需要的材料，甲这物件放伫红纸内底，佮包做正古水，佮有客家特色的棚地啊。一般的人，他们都以为这个花苞没有什么用，其实客家人觉得它的意义很重大，它是保平安的一个花苞。这些材料结合起来，代表了意涵有很多啊，因为这些花都是经过神的。而且也有辟邪的功能。社区的时代带囡仔来做棚地啊，这材料拢是用敬神的客家搬花，拍打了后，搁摕来加工包装，唔但会当保平安，嘛符合现代的环保概念。小朋友爱哭哈，不睡觉，老人家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脸不爽快的时候，就泡来洗脸、洗澡这样的，洗了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我们客家很多民间的习俗，那其实都是一份祝福跟守护，那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是生命生活的累积，小小的棚地啊，代表深深的祝福。这学生囡仔所做的棚地啊，一直今年2月初8到初9，伫乐队基福尖炮城来送予活动现场的民众，嘛要甲客家人敬天孝母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熊猫看煞，咱要来看国宝级的控肉。故宫的国宝肉香蕉，这回也去到控肉饭真有名的所在中华展览路。县政府也利用机会宣传控肉饭，咱也做伙来看中华馆的美术馆。一透早，中华馆立美术馆还未开馆，就有真侪民众来排队。因为原本刚落伫咧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国宝肉香蕉，第一届伫咧国内其他所在来展出，真侪还未亲目睭看过肉香蕉的民众，拢感觉相当的新奇。很丰富，然后觉得很精彩，因为我们要去看那个肉形石，应该是机会不大，因为它在台北。那个石头就跟空肉饭一样，对啊，很有创意。故宫博物院表示，去年中定出故宫国宝出游的专案，中华馆争取到第一个展出的地点，会选择肉香蕉来展出，是因为控肉饭是中华的名产之一，配合行销更加会使创造话题。因为彰化的控肉饭很有名，那所以他们就说，那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故宫国宝里面很有名的这一个肉形石来展？这个国宝出游到中华，除了肉香蕉以外，刷来还有黄玉鸭、白玉金奶子等另外4件国宝，会分做3梯次到中华来展出。不过国宝到院外来展出，都有一定的风险。中华馆文化局为了展出，嘛做好万全的准备。它的要求就是整个场馆要恒湿恒温，好，所以我们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也投注了相关的经费来改善我们展场的设施，让确保我们相关的文物呢，在这个环境展出环境是非常的安全。同时呢，它也要求整个安全维护的部分哈。中华馆文化局强调，国宝安全维护一点嘛袂使凊彩。伫咧运送过程，甲总统维安同款，专线拢爱开放车顶来通行。美术馆原本1名保全嘛增加到2名，另外搁再派出3名配枪的警员，24点钟轮6班来进驻，专工来保护国宝安全。记者张华综合报道。讲到台湾进入到高龄化社会，家己大的老大人需要大家来关心。有基金会甲石光国中合作，带这四大人出门去买过年爱的物件。唔但四大人真欢喜，这学生囡仔也学着安怎照顾老大人。学生塞轮椅，甲阿公阿嬷做伙坐蹺蹊，为着鼓励家己大的老大人出门行行咧办年会。闹五路基金会甲石光国中合作，提供大家老大人1000块，互学生囡仔陪因欢喜买物仔。志刚嘛详细对照单啊，帮因一项一项款起来。老母老对阮真好，我嘛捌去石光啊买一摆个了，即马搁再来还买，真好。那其实呢，有一些长辈啊，他们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出门了，所以呢，他们知道说这次可以来爱买啊，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可能前几天就开始准备说，他们可能需要的物资的清单啊。基金会表示，家己一个人大的长辈，大部分行动拢无方便，所以罕伫出门。这回有遐尼侪人斗3工，都免请厝边来斗款。对学生来讲，因嘛当学着要安怎照顾老大人的经验。能够配合这样的一个活动，近距离的观察到需要照顾的老人家，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同理心、耐心跟爱心的，这也是实际上的体验，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成长很多。很开心，可以陪这些独居老人。怎么说？以前有这样子过吗？没有，因为我没有当过什么陪伴志工什么。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增加囡仔甲长辈斗阵的机会，而且嘛希望这家己大的老大人出门买家己真正需要的物仔，欢喜来迎接新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台湾以及着各地头、偏湖、金门、马祖是坐云到好天，不过早暗天气是差真济。明仔载气象预报，咱也做伙来看好详细。北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5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
新闻最后，带您来到印度看牛的走标比赛，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我再赶紧时间，咱再会。